大家好，又係一鋪好運嘅牌。3張岩石海夾加壁壘，估唔到咁勁。175防都冇咩攻擊可以打穿。打完雜魚到女王，都唔係話超輕鬆，中間冇咩特別，打死咗條線。複甲係可以搭加上去，即係6+5+，可以加到21。3張總數就63，有堅定不移，血場就可以40防。我頭先應該揀岩石，咁就應該捱到唔使用藥水。打完女王到實驗體，諗咗陣，生火資源定壁壘好，都係要能量好啲，快啲打死佢。有複甲可以頂到幾下攻擊，得6血，第2形態，唔敢用血場，驚頂唔到去最後。用咗壁壘定好多，每次都加咗複甲嘅防，佢唔攻擊就可以搭防。用破滅諗住搏下係加防，點知係放血，都仲捱到多2回合，搏多次都係唔中。如果又嚟多次放血就知知。搭咗121防，捱2 round 就收佢皮，都少少驚險。一直覺得呢個角色係搭最多攻，今次壁壘加岩石海夾加堅定不移，完全改觀。下次試無限流。多謝觀賞。